歡迎大家嚟到由 DI 高科院成立、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資助嘅氫能源教育及人才培訓中心。中心嘅成立目標係透過展示製造氫能嘅部件同埋模型，提升公眾對氫能嘅認知，從而推動氫能技術普及及應用。社會上對氫能源有誤解，部分市民擔心氫氣係唔安全嘅。其實只要加強教育，正確展示使用同埋妥善儲存嘅方法，氫能應用嘅風險並不高於傳統嘅燃料。為咗回應業界對能源轉型相關人才嘅需求，我哋同企業夥伴緊密合作，致力培育具備理論知識同埋實踐經驗嘅 Work-Ready 行業專才，協助業界順利推動綠色嘅轉型。中心定期舉辦研討會、展覽同埋工作坊，讓公眾親身體驗氫燃料嘅製作同使用嘅過程，透過互動學習打破誤解，建立正確嘅認知。歡迎所有市民參與，了解氫能科技嘅應用同埋重要性。期待你哋可以同我哋一齊實現可持續發展嘅願景，推動香港邁向綠色嘅未來。